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天文台5月22號嘅天氣報告，我係張安邦。今日元朗地區係受住一股偏南氣流所影響㗎，而同一時間受到南海北部一個高空反氣旋影響啊，見到廣東元朗上空嘅雲量都唔多，天色大致良好。我哋下晝望出維港上空都見到藍天白雲，幾好陽光㗎。下晝多處地區嘅最高氣溫都上升到31、32度左右。我哋預料聽日嘅天氣都會繼續係炎熱㗎。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聽日局部地區有驟雨。而朝早嘅最低氣溫大概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嘅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2度左右，新界會再高1、2度㗎。風方面係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我哋預料呢個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幾日繼續為我哋帶嚟啲好嘅天氣㗎，而且呢個反氣旋會逐漸增強啊，所以去到下個禮拜嘅氣溫會比聽日更加熱添㗎。香港嘅詳細天氣展望方面，預料星期日日間天氣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而見得到隨後嘅幾日會係大致天晴，天氣會變得好熱㗎。大家嚟緊幾日出街記得做好防曬嘅措施啦。呢一節天氣就同大家講到呢度，祝大家週末愉快。